来自台中已经蝉联5届米其林碧宇灯推介的餐厅沁园春，这回精选葱告鲫鱼、外婆红烧肉以及花椒芽白炖鸡汤等6道料理，将江浙菜的诠释以及上海菜的特色表露无遗，希望和台南乡亲分享他们70年的匠心手艺。至于迈入21年的台糖长荣酒店，这次选择和沁园春的美食交流所推出的柠檬雪花牛、丽蓉香酥鸭以及牛三宝等6道经典菜色，更是一道一道港式和台菜的精湛厨艺。江浙菜的口味会略带甜，刚好也符合我们台南的口味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去邀请沁园春的主厨来我们台糖长荣酒店这边学习，我们互相交流，我们教他们5道菜，他们教我们5道菜。那我们希望借由厨艺的交流，也串起城市的交流，让台南的乡亲来我们台南长荣酒店，就可以直接享用到台中沁园春的美食。台南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城市，也是美食的发源地，所以我们很高兴能来这里跟长荣长园来学习厨艺方面的交流。我想，对于北南的中餐来讲是深具意义的一课。那我也希望说，这样子的学习跟交流呢，能长久的、持续的流传下去。这次的美食交流不仅让2家餐厅的主厨互相切磋，激荡出更多跨菜系的创新火花，更是城市的交流给消费者的一大福音。对此，台南市民政局、观光旅游局以及餐旅教育协会等贵宾都到场见证，邀请您把握7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来好好品尝。而且台糖长荣酒店也加码，只要单点任一道沁园春料理，还有机会抽中住宿券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